从团体 LA Boys 出身的44岁歌手黄立行，2010年因为演出大陆女星徐静蕾执导的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》，两人进而相恋9年，日前竟传出密婚的消息，让不少粉丝震惊。不过徐静蕾昨晚8日在微博上否认，强调目前暂无结婚的动力和理由，并表示哪天结了一定告诉大家。徐静蕾日前在微博献上新春祝福，资深媒体人刘春因为在底下留言新春，祝爱豆新婚快乐，意外掀出徐静蕾密婚黄立行的传闻，不少网友也纷纷在底下献上祝福。昨晚徐静蕾亲自在微博上回应，她表示暂无结婚的动力和理由，如果哪天结了，一定告诉大家，总不能就因为闲着也是闲着就结了吧。有网友看完留言表示幸福，为啥不结婚呢？幸福就在一起吧。其实一纸婚约也是给予彼此的尊重与认可，对此也调出徐静蕾亲自回应，她霸气表示信任还用签约，那不是显得不信任了吗？他也坦言觉得结婚要办手续很麻烦。事实上，徐静蕾曾在节目上表示，她和黄立行从来没吵过架，因为两人互相尊重，她也给对方足够的空间。徐静蕾形容黄立行就像心理医生给自己开的药一样，他从来都不着急，从来都不焦虑，慢慢悠悠，他几乎从来不纠结，就是这几点让他觉得实在太好，连带让自己心态变得，人也变得更好。